由台南市台灣世界旗袍文化推展聯合會會員甲列管屬，每周以青松旗袍行佇西市場的舞台，以着改良式的旗袍設計，甲着現代美學來結合，打破過去傳統旗袍保守的清法，充分展現台南文化的創新，甲着市場活化的成果。擁有100年歷史的西市場，是日治時期南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的公設市場。這屆選在台南西市場來作秀。台南世界旗袍推展聯合會會長表示，因為甲鄰近的布料市場連結，希望會用喚起更加儕世代生活的記憶。因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南人，我很愛這一塊土地。然後，真的，我們台南市政府也把台南市就是經營得非常好，包括以前這裡是我爸爸媽媽帶我來這邊買菜、買布、買玩具的地方啊。這附近的商圈，包括中正路，我們都常常來。這裡有充滿我小時候很多的回憶，包括之後我要辦的例會都會在台南市的各個文創園區裡面，因為我愛我的家鄉。聯合會的會長劉亞平的帶領，對進前在台南知識館地舉辦的爵士晚宴，到這屆西市場改良式旗袍作秀等，攏是以旗袍來串聯台南各特色的場合，希望讓台南不只是歷史的古都，更加成為文化創新加時尚展演的重要舞台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